陳穎欣議員。唔該，代主席，我發言係支持姚柏良議員提出嘅議員議案，亦都代表工聯會提出修正案。旅遊業一向都係我哋香港經濟4大支柱產業之一。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都提出支持我哋香港成為國際城市旅遊樞紐同埋一程多站嘅示範核心區。根據文體旅局公佈嘅數據喺上年經我哋香港進入內地嘅非內地旅客就有186萬人次，而經香港離開內地嘅非內地旅客人次就有181萬。可以見到我哋香港作為中國嘅世界之窗嘅角色，將旅遊文化引進來走出去，發揮超級聯繫人同埋超級增值人嘅作用。2023年國務院發布關於釋放旅遊消費潛力、推動旅遊業高質量發展嘅若干措施，要求推進文化同埋旅遊深度融合發展，提出加旅遊嘅理念。全國各個城市都積極響應，我哋香港亦都唔例外，積極開拓唔同嘅主題。例如我哋喺早前都整合咗一份嘅研究報告啦，係交俾政府去考慮嘅。咁當中就提到愛國主義旅遊、電影之旅、生態旅遊、跳島遊等等一啲新元素嘅旅遊體驗，希望可以賦予旅遊新嘅動能。而啱啱好政府發展旅遊熱點工作組都公布咗多9個嘅熱點，當中就包括油麻地警署，亦都係我哋建議書入邊有提及到嘅。咁下一個階段我哋就建議納入埋青衣觀景台同埋青衣船廠，融合自然景色同埋濃厚嘅造船歷史文化，希望政府都可以加以考慮。今年嘅5·4青年節我同工聯會青委嘅成員都去咗深圳，除咗了解東江水供港嘅歷史，仲去咗3趟快車博物館。咁周邊都有一卡卡嘅列車係用嚟做餐廳，賣一啲特色文創嘅產品。上世紀60年代，除咗水荒我哋香港居民喺副食品供應都係面臨不足。為咗保障我哋香港嘅生活需要喺周恩來總理嘅指示之下，3趟快車自1962年起，每日固定由武漢、鄭州、上海、長沙出發，將新鮮嘅物資係經深圳運送到嚟我哋香港。呢一段嘅歷史我哋香港都可以有角色去做好宣講，打造新嘅具香港特色嘅愛國主義教育景點。代主席，我仲想提出一個文化同旅遊深度融合嘅主題，就係非遺文創，打造香港本地化嘅特色化嘅非遺文創 IP 產業鏈。唔單止係講好香港非遺故事，亦都能夠利用現成嘅507項非遺，打造我哋香港非遺嘅文化名片。香港旅遊唔單係局限喺我哋而家講緊都係太平山啊、尖沙咀海濱呢啲傳統嘅景點串聯啦，都可以加入新嘅元素，俾旅客親手製作一啲有文化內涵、具有香港特色嘅非遺文創。呢一類嘅沉浸式體驗都係近期相當流行，令到我哋優秀嘅傳統文化可以活起嚟，增強香港非遺嘅存續力。唔少內地城市都借助非遺做到精準扶貧、鄉村振興。相信我哋香港若然能夠成功發展非遺文創，都可以挽救唔少手工藝嘅一啲從業者揾食困難嘅問題，亦都能夠吸引年青人係傳承工藝嘅。而呢一點都突顯咗我代表工聯會就住姚柏良議員嘅議案加入嘅修正元素，就係對旅遊從業者嘅側重。我哋應該加強旅遊從業者嘅培訓。隨住我哋有更多嚟自例如東盟啦同埋中東地區嘅旅客都希望可以有唔同嘅語言培訓啦。亦都可以為旅客提供更適切嘅服務，同時都推動我哋本地多元深度遊嘅專業導賞訓練。例如頭先講嘅非遺文創旅遊，有好多嘅非遺都係同我哋嘅鄉村有關，例如馬灣、深井等等。村民擁有豐富嘅在地知識同埋故事，可以提供獨特嘅導遊體驗。希望政府都可以考慮係提供培訓津貼。最後我想講到要識變求變就唔可以一招先吃遍天，同時都要推動智慧旅遊，利用大數據同埋人工智能去優化我哋旅客嘅體驗嘅。行政長官早前都提到要加強統計旅遊業嘅大數據，但目前旅發局並冇一個統一嘅 APP 去推送最新嘅盛事資訊、最新嘅景點門票資訊、推介嘅酒店住宿等等。我見旅發局嘅網站係有一系列嘅 APP 係推介俾旅客嘅，但係就係講緊WiFi 同埋 SOS， 相信呢啲都唔係旅客去到旅發局嘅網站想體驗到嘅。
咁啊，希望咧可以一程多站，都要一 App 多用，方便政府收集數據。你嘅發言時間到啦。